台湾的能源有99%如果移师进口。听讲伊喺世界地球日的环保团体路提出，我们其实平常的生活当中，用一些个简单的动作，如使得每日省水20公升，每整日省电10度，唔单止省钱，也省能源。大块水头头，水质宝宝见流，不过水质黏的有可能会用不来营业。就水利处的资料，台湾大概年当年用水284公升，高水国际平均用水量250公升，减少了增差34公升，其实敢若做一些细改变就是得嘞。你是昨天讲那个节水改2段式某一个那个水性个水呢纳入冲马桶要做对先群到水200差不多20公升的水是环保团体建议，当日洗先少洗1.5分钟，少从马桶200至洗各省到20公升的水。如果年是当日洗上20公升的水，像台湾1年至洗上一草厦门水库，也半草翡翠水库。除了水以外，天然关机1点钟，小快半点钟的冷气，至洗各30度的天。全台湾大概年30度天，只是减少排放173万吨的温室气体。天气渐渐的暖了，很多人可能很喜欢喝凉水那所以呢，家里面的那个电热水瓶可能就可以考虑让它休息，在夏天的时候让它休息。所以呢，如果是说家里的热水瓶把它省下来的话呢，大概每个月省的电还不止10度环保团体咪建议民众其实是记录自家当年的能源消耗，少对生活地图的动作做起，唔单止省钱，咪社会环境添一份心力。港新闻林建儒、刘文辉台北报道。